来看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指出，讲台湾等下甲华府讨论军购，金额大约是70亿到100亿美金。望讲当来得到川普政府的支持。咱的国防部是无要评论，也毋过强调讲，会透过依照需要透过军购、佮商业交易、甲家己制造这3种方式来取得相关的装备。华媒路透社引述在内情的人士独家报道，台湾当咧甲华府商谈军购，考虑采购的金额伫70亿到100亿美金的军武，可能包含华防、巡弋飞弹、甲海马斯导管火箭系统等等。毋望伫中国继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时阵，得到川普政府的支持。路透社引述匿名人士的说明，本部这边不予评论。针对兵力整建的项目，我们会将军购、商售跟自制3个方式来筹获并审慎的评估，所以军购并不是唯一的管道。马川德总统进前才宣告，会透过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甲国防预算提悬到 GDP 的3%以上。然而，国安人士表示，国防部会甲已经有的军购计划提列到特别预算。并且甲一般预算的空间刷出来，来做更较侪军事采购。互外界研判讲，畅水南国造的预算2840亿，还佫有华地汽车飞弹系统预算866亿，可能改做特别预算。所有建案项目未完成之前，未获得预算之前，或是我们未完成规划之前，我并都会透露。其实，川普第一任内对咱军售超过200亿的美金，因为国防预算规模真歹应付。苏当时蔡英文政府编列2个特别预算应用，分别是采买 F-12V 战机的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金额2772亿外，还佫有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金额是2372亿外。与立法院沟通，好好的清楚说明国防预算的编列来源和用途，而非借机模糊焦点。一个新式装备的取得，从起案、建案到采购到训练、形成战力，常常要花5到8年的时间，所以非常符合我们预算法里面规定的是跨年度的这种预算的编列方式，用特别预算来进行。那以今年 GDP 推估，2026年国防预算爱占3%，大约是8040亿。对照今年整体国防支出是6470亿，等于是佫有1570亿外的增加空间。不过，行政院爱先提出特别预算条例草案，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并且同时间提出特别预算，伫8月底进前送入立法院，才官会府伫今年内通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